呢次嘅活動真係一場驚喜滿滿嘅城市遊歷之旅，建議大家出發之前要做好旅遊攻略。大家好，歡迎嚟到 Kiss Can Learn。喺開始之前，請大家記得按讚、讚、訂閱、追蹤。OK。好文啊，你平時會唔會經過青洲坊附近啊？有冇見到天橋上面有一個大型嘅充氣 Hello Kitty 頭啊？哈哈，我知道你講嘅係 Sanrio Characters 夢幻花園。呢次係北區會有大型嘅打卡主題裝飾。打卡一詞喺唔同嘅語境下係有唔同嘅意思㗎。呢度所指係喺景點拍照留念並分享。Photo spots 主題裝飾 Thematic decoration。今次有 Sanrio 旗下6個人氣角色 Hello Kitty、Cinnamoroll、Kurumi、Hyodon、My Sweet Piano 同埋 Godetama。大家可以喺北區4個唔同嘅地點揾到佢哋，同時咧亦都有一系列嘅精彩活動，包括消費抽獎、攤位遊戲、舞蹈表演、快閃見面會。消費抽獎 Consumer Lucky Draw。攤位遊戲 Booth Games。快閃見面會 Flash Meet and Greet。大家可以同唔同嘅卡通人物拍照留念。今次嘅特別之處呢，仲有一架主題巴士，係以 Hello Kitty 為主題嘅，成架巴士都係粉紅色，而且呢係免費接載市民同埋旅客穿梭北區。主題巴士 Thematic Bus。免費接載 Free Ride。今次嘅活動真係一場驚喜滿滿嘅城市遊歷之旅，建議大家出發之前要先做好旅遊攻略。驚喜滿滿 Surprise Filled。旅遊攻略 Travel Guide。了解更多嘅內容，大家可以瀏覽旅遊局嘅網站。打卡 Photo Spots。打卡主題裝飾 Thematic Decoration。主題裝飾。消費抽獎 Consumer Lucky Draw。消費抽獎。攤位遊戲 Booth Games。攤位遊戲。快閃見面會 Flash Meet and Greet。快閃見面會。
主題巴士 （thematic bus）、主題巴士、免費接載 （free ride）、免費接載、驚喜滿滿 （surprise filled）、驚喜滿滿、旅遊攻略 （travel guide）。旅遊攻略。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記得分享。星期五準時6點 Kiss Can 見，拜拜。